后面无声去。各位别记开，听众，欢迎你能够在都对来收听别人福建的节目。这个礼拜我真欢喜，人都对来收听我人的鬼的故事。真久无对来讲鬼的故事了，这无啥嘢？哦，谢谢，小谢谢。大概上網嘅特別嘉賓這個禮拜，這個禮拜特別嘉賓是有時，哎呦，我這放生未行，42塊個幣，係咪行冇聲？係咪行？冇你好寫冇啊 John，冇好食。你冇損嗰陣。我 computer 嘅著機入面，我夠叻啊！住嚟 Clubhouse 叻咩講？Clubhouse 叻咩？話叻啊！哦，攏問看完啦，攏問看你啦，攏看攏個記得好啊，問看完啊。Because 攏看 broadcast always 是叻淡薄嘅，攏等看到 broadcast 是較慢淡薄嘅。Anyway，這禮拜我都真係講鬼故事啊，然後那時人一啲就是未聽鬼故事，未講鬼故事，使起來甲我拍曲者，甲我分享讓鬼嘅故事嘅經驗。哇！啲你一人啊，Clubhouse 入面，所以人就是要鬼嚟講鬼故事，他們唔是默默古啲咩？表示個曲個一人啊！港虎驚哦，港虎驚嚟啊 ！OK， 試啊！喂，computer 我係驚 crash 呢 ！Oh my god！被哇，啊是到咁曬，被新嘅 laptop 了咯。No， 試啊！攏就裝俾電腦，我新嘅 laptop。哎呦試！你新嘅 laptop 不要嗬，你舊 laptop 慢背咯好啊。你是香港老鄉，就是講你要買新嘅 laptop 好啊，新嘅 laptop 你叫我舊 laptop 哎喲 ，OK 不嘛？哎喲，我舊 laptop 你係咪？我舊 laptop 係咪？舊 laptop 兩年前嘅你 OK 冇？你係什麼 Windows 又冇買 please， 新又冇買 Windows 新又冇買 OK， 我唔是講我買，我唔是講我買我有變，我買先我不要用 OK， แล้ว我即新30幾個 subscription 是 Windows Mac only 嘅 software 我未使嘅嚟。嗰啲笑話 ，OK。我嚟介紹特別嘉賓先。特別嘉賓呢，到底你話唔你想 OK 叫我，冇你但我你甚太主嘅想個啲嘅我 refresh 啊，依家冇啲嘅。OK，嚟當介紹特別嘉賓先，當我聽到咧就話豆嘅咯，歡迎豆嘅，豆嘅歡迎。係大家好。然後個有阿岑垃圾走去啊，波特康歡迎。大家好。有，然後個有校長，校長冇聲。Hello，個阿涵，冇聲。喂。Hello，大家好。個有江湖鏡，江湖鏡我看到一頭嘅毛頂面淡薄咧。究竟真你較落啊冇啊 ？Hello， 我聽到你。OK， แล้ว我嘅驚我嘅 crash 啊！等陣我去把你喺街看到嗰老人，然後幾人啊，當見七人啊，我嘅驚 crash 啊，我七人。Oh my god！ 死我個未橋死，我係一個上一人啊未橋就 OK。誒，啊真冇嘅嚇。那這點冇出現呢嚇？
跟住節電，OK 啊，節電真久冇來啊，來節電歡迎。有啦。Hello，節電後位陪翠來啊！你做咩撞嘅？咪到啲嚟啊？笑兩位啊！多贏我咪嚟哦。冇啊，佢哋都 sign up 咗一隻啊，咩物件咧 email 啊，แล้ว即係 WhatsApp 要 join 咪 WhatsApp，等你介紹就成 WhatsApp 嘅。WhatsApp 啦，嗱是講เรา會join WhatsApp 嘅 group 啊，嗱係去 join 便利學健 .com/WhatsApp 對除掉便利學健嘅 channel 啦，เราแม่ง見ยัง被哎呦，住嚟喎，嘿哥 I'm coming 喎，即係高升。哇！哦，哎呦，嗰星期點樣做工啊？我梗係 crash 咯！啊，係咪嘅？有可能有幾個數未講佢。哦，可能啊！啊，即係舊附近介紹。應該隨 interview 嘅咩？情景嘅事實未記可能。哦，好啦好。啊，都冇做，我未記了。我們未記即係可以。即係哦，你使改一個 topic 可以哦，跟住改掉一個 topic 可以。啊，未記哦，我成講到解 arrange 哦。我未記，基本上都知我都冇應嘅，這裡先。哦，小姐哥哥要試過佢整嘅數。你前面有個數咩？你前面有個數咩？前面唔知。冇啦，可能。咁你試試啊，你唔使啊。我就試試啊。啊，當佢佢大聲 ，OK。啊，我係講哦。嚇，你咪俾佢大聲。我係唔係哦。嚇。就係 cable 派嘢我換另外一條。哦，一條 A 啊 B 啊，我一條較細聲去，你 cable 三條條。冇迄條，較長個可能。較長嘅去 travel 較遠嘅聲較遠。國聲講都冇攝啊！你國聲安怎來啊？一來到路啊？國聲講都冇攝啊！得啦。得啦講，哦，冇攝啊！你發 comment。好啦。sorry 啊，個聲我覺得冇線特別話有演咯。我特啲變緊嘅時候都得要。要試啊！我 computer 啊，該辦試啊！點解就會俾線你 computer 啊？我裝俾電腦。我別啊！你講start 咗第二呢事件嘅啦。哎呀，試我佢別，我未記做第二呢嘢 actually。哦。我未記 website，未記表。哎呀，試啊 ！OK， 我咪做啊 ，OK， 我本來學緊做個正就好啊，我19年就少打，咪做20年啊，我就穿了。但咪嘅牌，等我 try 看，咗我係先，然之後換下。啊，其實我被嘅即係舊附件入來，個有這點，嘅這點入來 ，OK。16蚊對嚟啊！唔知煮我面包，諗你看佢食咩物件？我可以別話食嘅，我咁邊都食飯嘅事。食咩好料都看。16都食咩啊？我食迄個叫咩啊？迄個螺螄粉。螺螄粉係咩嚇？哦，有炒個咩你 stinky noodle 啊？是撥，哦，你是撥炒個咩事？ ，snail 啊，snail。是哦，我冇食哦。一兩種嚇，有 stinky noodles。哦，我唔知 stinky noodle 是隻物件啦，一成啊，味是成啊啲豆腐嘅，臭豆腐嘅啊。我唔捌食過臭豆腐，特別伊是迄個筍啊。哦，伊咪是臭椒鹹啊。了，迄個。你都食個食啊？你食個食？有個人講臭椒香啊，伊係炸我食個，我真食個食。哦，我中國只興啊，真正我食咗。係咪嘅？北京啲講咩？哦，中國真正興咧，兩件只螺螄粉。哦，我覺得啊，
阿什拉沙真正暑假。真正臭。阿咪阿什拉沙都講咪切印都點樣知啊？阿咪切伊哋是我食即個 as a celebration 咯。哦，即邊本是 start，即邊本是 start。你是講等人是正食正過切伊啦？嚇，對，你人講了食好料嘅時，我就是食即個，because 這是我嘅 favorite food。阿什拉沙是我嘅 favorite food，這是我嘅 number 2。哦，我冇食過，伊湯是安怎誒？伊 soup，伊 soup 你 describe 嘛？伊 soup 啊，清嘅啊？伊只番椒油誒，伊無伊上加迄個 ，OK， 伊嘅 colour 是上加迄個福建麵 ，because 福建麵真濟番椒油誒嘛，對。哈，伊紅紅嘅油就頂面啦。嚇，了是做講啊，了伊係豆腐，伊無白誒，伊是迄個 vegetarian 誒，特別伊人講古早誒時啦，伊人我啲 clubhouse 講時，伊人甲我講有迄個陳梨，我去 check 伊 ingredient 是無陳梨。哦。特別我阿個古早誒時 maybe 有陳梨 ，it's a peasant food，it's peasant food 嚟。伊蝦米區嘅位，蝦米 area 中國大陸位 area？是迄個好料。southern。哦，southern， 安怎我冇食過哈 ？southern area。我冇食過喎。Because 我唔知 ，like because it's peasant food 嘛，it's peasant food，所以講即 like 伊唔是迄種小鴨啦，蝦米物件，所以伊是迄種講無類kampung village food 嚟都知喎。你安怎會食到？你總介紹你食到？啊，馬來西亞有食到咩？哦，無你最近呀啦，所以唔是成我講咗馬來西亞我冇聽過嘅。我啲 COVID 嘅時，我surf the net 嘅時，我聽到一個人阿毛，伊講你人捌 try 過 stinky noodle 咯，แล้ว我就奇怪，蝦米是 stinky noodle？แล้ว我嘛去 check 咯，แล้ว我就是看到，แล้ว我啲 Amazon 買一包嚟 try， 我就驚去。哦。then 我只 start 食嘅時啊，只行，特別4-5 years 啦 ，because COVID 都4年啊，當今。甲了長人店有攤賣，古早長人店本只坎坷吹，我都買到 Amazon 買，古早我到 Amazon 買一包12塊，當今我啲咧長人店買一包3塊半呢。你買一包意思就係講一參嘅菜㗎啦有誒。呀，㗎了物件是跟個面。對，你一包來一隻大包嘅，所以內邊㗎了一包，又係土豆，了伊係迄個叫咩啊 ？beancurd 是叫咩啊？豆腐、豆乾，特別是大哦豆皮，豆乾，แล้ว又係淡薄酸，特別講隻榨菜。OK，แล้วกูแล้ว伊是成個 instant noodle 來貴 ，ready 嘅啦，แล้ว伊米上怎啊？伊米，特別你夾，你海係我看，我夾啦，伊上辣沙米啊，伊上辣沙米啊呢？哦，伊是辣沙米啊呢？伊是菜米粉啊，我講。哈，對無？伊是 rice noodle 嚟，伊是 rice noodle。That's why 伊唔是米粉嘅米，伊是 rice noodle because 伊是 from southern 嘅。So southern 嘅人是食伊嘅 rice noodle，northern 嘅是食 wheat noodle。So 伊即係金豐嘅金豐嘅物件。So that 我感覺啊，伊無出名是 because 伊是邦基會嘛。特別當今 is a cult following 啊，สุก人嘛是講สุก人，冇สุก人冇สุก人。嚇！我特別去 try 啊，我唔係 try 過。炸開我學掉 on sale，我乜嘢叫車嘅？我笑到阿十六沙地สุก先。OK，來，俺看就鬼告訴講。阿龍講過佢知道。我就是俾梅佬講，喺你面裏邊有鬼無咧？鬼入面有味。你，嗱喂講鬼，或者鬼無？即係話有鬼告訴，但是未必冇嚟，有啊有啊，應該是啊。
安怎阿龍嘅聲，敢若一隻人那款嘅，咪到底我冇明白，伊個change phone 喎，伊個change phone 喎，真係 blurry。阿龍個講佢走，你係啦，佢就係阿 John 都就係浸到水嘅咧，也係實。我唔知係咩事。貴阿 John 貴足怪。等陣係咧即港湖街對哪會港湖街？我哋港湖街有幾告訴講，啊唔對哪個？即電路幾告訴講一電？嚟講，你隻股無對哪度講幾告訴啫？你如果出來個辦講，阿咪有個人講經過你係OK。Then 我個 last year 我 father บอกว่า pass away。Then on the day that he pass away 是我 uncle 啦，伊個 boss 是冇講聯絡嘅。冇來往厝真濟年，10幾年本咧。你 suddenly 甲我 uncle 講，伊講please 讓佢買 karaoke set 可以啫。我就喊誰買 karaoke set？ 裝。你 father 去找係你 auntie 啊，甲伊講來 karaoke set 啊。我 father 啊。燒 karaoke set 我 father， 這是 after 你8過線啦。我對係伊 trophy 嘅了。這是你8嘅燒賣啊。after 我8過線，我 mother 嘅 sister 咯。OK，特別伊 go through 伊假如你8個 through。伊是冇講聯絡隻股嘅。你紅香仔就講啊。你教伊甲伊 husband 講咯。你教我阿哥講咧佢買係你燒嘅karaoke set可以一 set， แล้ว伊 trophy 我就發得超過要隻 trophy 嘛，所以 trophy 就係 outdoor 嘅了，你係自己買到伊 outdoor 嘅。哇！你個叫伊教我講叫伊朋友搞嚟唱小歌可以。哇！成個叮當去卡拉 OK 是上款啊！叫人唱歌啊！伊就講伊朋友介特別唱歌啦嚇，搞到伊唱可以聽，咪出聲係是。因為我auntie是真係冇久冇看到王嘅，我發到佢吹伊個，我所謂係你auntie可以是看到物件。所以在啦，伊就講就俾對人報告。伊就教我哥講，伊冇嚟係 funeral，即係教我哥講嘅。所以就啲 funeral 時候教人講啊。所以一百六個死是講係 after 過嘅死嘅時間，伊個人講。I mean of course 是死啦，我是講。During the day 咯 ，week 嘅事咯。OK。During 係嗰節入邊咯嚇。The first day 所以阿未出山時，浪就知啦。OK。before 出山時我知，已經8歲呢就講緊呢物件。你個講我 brother。講 brother 未？講無孝順，我所以 brother 個請了車食嘅衫。我請車食冇話到衫。你也是 go through 你auntie 講喎呐？auntie 嘅了，所以特別你 auntie 冇嚟，你 auntie 是教你 uncle 講。我 auntie 冇嚟嘅 ，even 我跟 father 我 uncle 嘅啦8歲嘅時間，佢去吹嘢。都冇教插啊啦。yeah。because 佢看到人喺裏面嘅，所以跟 father 8歲嘅時，我。伊是攞嚟帶你講咩？因為佢發得8歲嘅時，佢因為佢發得佢隨意啊，佢講你係 please forgive one family 啦，講做錯啊，咪叫 just 對嚟啦，你 still 買關王咯。你 still 都買對嘢咯。OK。你個我係發得，你個我係啲個講，你教人佢講伊把路對，伊無對攏合併厝，我所做喺厝嘛。如果無大下平本，你話佢講幾多咯？如果頭尾可看一個位，唔知地幾樓嘅 building 啊咧，在內邊超過了。which is why father 就到佢會超過啊。所以你 auntie 因為都冇教插人嘅股啊，而在嘅咧跌掉嘅咧。而在嘅咧跌掉，就所以就 surprise。即係。就是杜景有幾個數杜景？有啊。來杜景講下。
OK，即个是較早是大灣嘅舊厝啦，往大 flat 嘅咯。所以我有一個迄個 mate 嚇，伊毋是學曬我嘅 mate，迄個 mate actually 伊是去我人嘅園做工嘅。所以伊暗暝就轉來，伊甲我大啦。所以伊甲我咧，我哪裡有教阮嘛？所以伊甲阮大咯。所以迄個位嚇，阮暗暝伊balcony門窗啊，敢袂使開嘅 because 伊迄個夾誒哦，伊會飛入來，所以 normally 我人是冚甲白伊個窗啊 everything， 所以我是開窗是困誒。所以有一暝是咧，我就困啊，伊房間門開掉，我無冚誒，然後我係咩伊就冚咯，然後我就差唔多要困誒時，然後慢慢過時我未閉落去誒時，我就看到怎外口有火，你知像甲人開大門安尼，可能你外口 corridor 誒火，你看到白白火。開慢慢開，我就講死啊！應該是隻咩要走路咯咋？然後我就慢慢爬起，喺度看，無哦，然後個爬起，然後我個看到我舉頭起來，我看迄個大門嘅時，伊頭殼砰冚去咯咋？伊 slam 冚去咋？所以我是真正 sure 唔是風 ，because 我人係冚冚個了誒。然後我咩就走出來咯咋？你就問我，kenapa？然後就講ada hantu，你講apa hantu？我講hantu tutup pintu，我講個 rhyme 話 hantu tutup pintu， 伊是印尼嘅嘛，那個好笑啊！你講得啦 hantu， 我講ada hantu， 我講要邊buka itu pintu， 你就驚起，伊個驚咯咋？伊驚講是賊嘛，你就開門，無人咯咋？起咗蛋糕是到位來哈？咁我聽到聲哦。就係咪做蛋糕咯？聽到就會來嘅。My God，盲笑。我一邊啊，sorry，我一邊。哦，sorry，我一邊。話下你。sorry。所以伊就去開門啊，看咧唔是咯。所以 after that 時過後時 the next day 就打開嘛，聽安尼，所以就去問人講，所以講迄個是。大獨講嘅，迄個地是大獨講嘅地嚟，所以我人無去 hormat 伊，好像無去拜啊。所以 that's why 伊就做咧迄奇怪怪嘅物件。所以 after that 時，本是驚啦，我甲你咪講無你來甲我帶嘅，伊講買，困喺房間去買菜我。所以伊往大嗰邊安尼久下，有真正濟安尼款嘅奇怪怪嘅物件，特別伊毋是來害你，是蝦米啦？所以當時你坐掉到塗骹撇掉時，你看到迄個棚到啲大門位嘛，你看到上加有人過啊！有隻影砸過灰就冇睇條。嚇，所以迄個是大獨講過嘅，可能伊人是講啦，所以我毋知話得。是大獨講嘅是唔是啦？等陣我講嘅困未啊？即個故事梗係上阿里巴巴講嘅，你記啊？阿里巴巴有一個 security camera， 然後你看到一個影，個伊房伊 get 嘅喂。哦，阿里巴巴Rosli。哦呀！伊唔真裝 ，hopefully he's well。If I記得要咯，要出接邊咯，要講。哦 ，OK，because 伊唔知伊有知上面問題上面我未記啊。啊，你醫保佢冇好事，醫保白紙冇好事。哦，OK，對。啊，แล้ว嗰一個較長啦，伊是 currently 大嘅厝啦。我哋講個少少嘅，我個外口位。你咪係在下，你咪係在下。係在，伊咪應該冇咩愛可能在啦。OK。你要看邊你學嘅咯？你講話你少少做咩？哎呀，聲未叫我，講我大聲，伊聽到我聲咧。冇啦。OK，所以伊冇聽邊你學嘅啊？冇。OK，我咪 get you into trouble 咯，把刀都對嚟，我未到對嚟。OK，嚟講。我都唔知你是住嘛，你是杜驚啊嘛，都唔知你是裝嚟。OK，所以一個嚇，一大厝嘅位嚇 ，actually 我係看到物件嘅。所以
我住厝遐，我是住 work from home 的嘛，所以我逐擺我會看到物件的。所以 whenever 我人困的時，阿妹困嘛冚開咯。你冚開時，你會聽到迄物件刷到伊的。你一下冚開爾，你會聽到伊刷到伊啊。了，我有當時我著做工，我做到真晏嘛，11點幾、12點，所以我就是做到12點的時候，伊就出來吵亂了咋，伊就過哦。你做到阿妹12點啊？你？because 我是 US 嘅 company 嘛，所以我有甲 US 嘅人講話，所以我 sometimes 是做較晚嘅，所以你做到12點咧，伊就來咯，伊到後尾佢真係為伊過哦，過安尼看到咋，แล้ว我就真正明明我就看到是伊啊 ，then after that 是 few months 嗰時我就甲我媽得講安尼啊，所以就講下袂緊，咱去問人講，所以去問人講，咧伊嚟人講咧，伊就一頭 brush look off 甲佢講。冇誒，冇幫唔是嘅，伊講這是你家己想出來嘅。แล้ว fine。then after that 是伊個直直 reoccur 呢，看到伊逐擺時看咯，我一日做工阿妹呢，嚇伊就來啊，咧伊就甲你做物件，做聲，互你知講伊有佇啦，安尼看啊。so after that 時我就無物會打閒了，我佫再去問着聲嘅翁哥咧，伊佫再是講唔是咋 ，OK fine。แล้ว咪講嘢咯。แล้ว我就一頭，有一暝時我就甲伊講，我講我咧無如我是做工，我毋是在遐佚佗。你看到我無佇咧時咧，你甲出來。我講這是我嘅位啊。你甲伊幾講啊？一頭？我甲伊講啊。所以我甲伊 make a deal 啦，我甲伊講，in case 你看到我12點我still佇，你袂使來吵亂我 ，because 我佇做工條。所以 OK， 伊 OK 咋，所以伊嘛是 fine 咯。我 even 我做到1點，伊無吵亂我，伊無過後，你看到啲啊咋？你講嘅時，你是其實講早起阿妹是安怎去解咁樣？just 阿妹你看，甲伊講 out loud 啦，我講我無如我要做工，你咪來吵亂我。OK，安尼看呢？所以伊就 OK 咯，伊就無一個咯。所以過日時咧，我媽得就去，伊常常去 temple 嘅 ，because normally 伊去 temple， 伊去無上 temple 嘅。即邊去了無物效了，伊就去巴黎。所以我嘛，去 temple hopping 啊，temple hopping， 所以伊去嘅 main purpose 是要去看字嘅。所以伊去咧，伊無釣字啊，所以佢就去北京哦。伊聽 friend 講，伊 friend 講真好真好，係咪叫佢去哦？然後自己嘅時就甲講，伊講即個 temple 曉伊朋友去釣字咗咋，即係就甲講要挖井行，人去。梅字嗰陣，我咪講 OK 咯，我載落去。แล้วขี่嗰時咧，人講好嚇，你有載講something 啊，你有載，then 叫你去買字，then 你會釣，嗱，可能物件啦。所以我講嚇 OK 啦，所以對去，所以咪是買字咯，買字啊無釣咯咋，所以伊無釣 in a sense 是講伊抓一個 number，instead of 伊開1 2 3 4，伊開1 2 3 5，安尼看到咋。so after that 時，我媽都講哇，伊講真正 close 啊。所以個再去問，所以咪是 OK 咯，咪是個再去問咯。then 伊翁講查咧時候，伊甲我講你厝物件，我講嚇對，有 OK，so 伊一頭伊你無問伊本一頭家己講出來，伊一頭家己講起來，伊查咧時甲我講你厝物件，我講嚇對，了伊甲我講查某誒，我講嚇對，你本知是查某誒，我看會對嗎？你會看到你無講我聽 describe 就伊看成怎誒？你講你看到呢啊？我會看到是講，我知伊是查某，但我未看到伊個 whole face 講伊是查某啦，伊面feature 時候我看未到安尼款。等陣，你嘅 microphone 係你四字看要晾到你頭毛是你衫，我睇到色安尼。看 ，maybe 是伊啊。是伊啊？你估啊？無啦，我嘅無啊，當然無啊。OK，so after that 時，伊嘛是講你厝物件咯，我嘛講對。so after that 時，我問伊是毋是犯人來？伊講毋是，伊講伊想是閃人安尼款 ，because 我看到伊是伊皮膚較淡 ，skin complexion 是較 dark 淡薄，所以我係犯人。伊講 no，伊是閃人誒。然後伊甲我講，伊即條咧，伊毋是大即邊嘅 ，so that means to say when 我買一間厝時。伊是清氣嘅，伊是對來嘅，你明白？OK，是。That means from somewhere 我去 somewhere 啦，伊對我對來。
because 我厝 that time 無 firewall， 我無按紅光，我無紅光 everything 個了我無誒，嚇，所以伊是小學hack 入來啊，hack hack 入來，伊學掉行入來咯。所以我就OK 啦，所以伊就甲我講，that time 要換錢嘛，所以袂做半行啊 ，because 紅光伊人真正是用受工啊，無工啊，最好，所以袂做半行咯。所以我都唔知，我咪對嚟咯，我對就甲紅講，我我去訂杯甲講呢，你甲講咱厝安呢，你講哦，伊特別來，就紅講特別來我厝。to solve the problem 好人，伊就講嚟話，我就對嚟，我唔知，我就教佢講講咗。Then after that 時，伊聽到咗就，你紅聽到意思啊？無，迄個物件聽到我教佢講，我去 temple，and then temple 要來 clean up 嗰個物件。所以伊聽到伊袂調啲咗就，伊袂調啲啊，你伊度 start 個 aggressive 淡薄咯。我會 feel 到我驚。because 我學到我啦，我無驚，我 feel 到我變做一個 timid 去，我真正驚。then 伊度去捉狼咯。做一下切的捉狼嘅聲啦。伊捉狼啊！咧伊放咗，咧伊就你看伊捉狼開去咯。你看到還是跟他聽到呢 ？OK，that time 我是聽到呢。我聽到呢，所以佢佚佗後咯，伊個迄個攞嚟博士嚟後，伊講嘅係彈聲咯，伊係彈聲咯，然後伊就去調教伊咯，然後調教伊是咧拖到啲頭開，咔咧嚇，嚇伊拖嚟教伊，然後啊無咧，我坐了看電視機嘅時，伊坐我邊啊，我知 ，because 我 one side of 我係真正無爽啫，你唔知講你是吉利。還是你是牙帶，還是蝦米？我比較 explain 佢哋 feel， 總之伊真正 uneasy 到啲 one side。Only one side，然後一邊嘅。Only one side 啊 ，only 一邊啊。Because 嗰一邊是無位嘅，迄個時常係桌頂啊，係咪 ？Only one left hand side 有教椅 proper 嘅 sofa 伊坐邊。Then after that 過啊 ，I think 幾哪日我別當啊，就 because 我多厝一人，我 start 驚咯就。然後我就甲媽得講別啊，我甲講 the next time 喺你 temple 嘅時候，我講我特別去嗰邊去阿個嘅湖還是 whatever，他條意思 because that time 我未先正個咋，我特別等過一陣，哎呦死，2 weeks 就我甲我媽講我別過一2 weeks，我甲講我定要小喺度厝，然後喺你硬講到 OK 啊，伊學我湖，他條聲咯，所以你硬講講你 actually 你別使對伊講嘅。你愛講，你就別出去個口講。伊會知。伊會知。因為聽到係走個了嘅。嚇。所以我電報唔是甲人講，if 你厝物件吼，你袂使講，袂使對住講嘅。特別伊無走嘅喏，伊個差亂咯喎。咧，伊前間佢未熟。硬別講，before even。別講句講，你啲外口講一般就係。你記哦，別講教我講句嘛。講你愛講樣啊，你出去外口講，因為實在。If you 愛去 temple 門啊 ，if you feel 講你錯物件啦 ，if you feel 你錯物件，你去 temple 門啊，你都袂使講去 just 後去 temple 呢。because 伊讓 temple 人在時，你講嘅，你當初講會講去暗啊，你袂使講去就對啊，你 just straight to the point， start 去 temple 度啊。你講去嚟樣對，走去逃避哦，係咪嘅？嗰種，但特別這個，而家走我 start case 是，因為人講伊去 temple 逃避起來。逃避到伊厝嘅還是走去？cause 我係啲個早去做嘅嗬，是伊厝係你厝哦，伊隻房間鎖起來嘛，互人入。because 講係是安哥房間，安哥 Christian 無相信迄物件。伊搞咯，就是逃避到係 Christian 房間裡。OK。所以我未知點啊。所以較歹掠到啦，特別一間即個度假就是伊做較惡，阿咪伊做互你 feel 到。something 啊，所以成日我冇成日 threaten 你啊，你 threaten 我嚇 ，because 我你安怎啊？你後尾時你學你迄個 temporary
temporary solution 哈， so 用哦，你畫咯，就啲 middle of the 厝嗰邊有咯，畫學伊係嚟護背㗎了咯。哦，大漢咯，我未記好。伊是燒，伊燒，你夾對人家燒伊啊，然後燒可以成個規間厝掉伊阿布呢。哦。你做嘅時你有 feel 到啊？你燒落去背你啦。啊，你未使燒伊。嚇，未使燒呀？未使燒誒，I think 你特別係 certain time。可以背你。你係時間咗。你係劍掉，誒不，你係到啲隻碗上面，可能燒啊，可以個背啊。哦，玩 hero 我人劍掉手係，你燒伊係，一燒個差唔多夠，你就你一棒伊。哦。OK。燒個了。啊，你好咯。你攰喺度冇幫人啊 ？OK， 一攰啊，係，一攰啊是咧，呢度係你是 temporary 攤掉啦 ，because 我個 still 會再講要啲嘅，but 我是冇安尼驚啦，我是 still OK 啦，at least 我再講有 something 攤嘅，所以攰啊10個嘅時啊，係你硬講到來外厝哦，所以呢度 I think 伊是有兩間，and then 有衫係你用 B everything 㗎了，then 一攰啊 certain time 係，一表咗一個 still 有啲咗，一攰啊。喂 ，I think few months 啊，我個 still 看到伊咗，然後 after that 時我就去教你硬講，成日是無咩嘅，無咩係少一大邊個嚇，所以 I think for few months 一直學話係你好去學啦，所以講下都去用。然後我講 after few months 我講別我講伊安尼看一直查論話，我真正 stress 咗，because 一直喺度殺出來好你看，一直喺度安尼看。然後 after that 時，伊硬講翻，你講，伊講別啊，伊講你為何是 build on email 地咋？伊地是 email 咋？so 你 only solution 是你特別硬講咯。哦，你特別請隻硬講對去講。請隻硬講借掉呀。所以請你硬講對嚟借咧，應該本是借無久，本是白啦，一冇咩effective 啊，所以冇咩 effective 啊，我本唔知啊。so after that 時我 I think 我去問別你硬講，所以伊有甲我講話硬講伊無入咗啊，無借掉的線內面。安尼看咯，所以我啲問條我 friend 講，成日講有 any solution 啊，別人啊是蝦米物件安尼看咯。但伊最近伊 OK 啊，伊無咩差人話。你當然佢講，你當然。你真係最少我無甲講哦。但係人講係你別人講嘅物件係嗬。我甲你講，我翁有客人講嘅嘛。對。所以我係客人講係，伊有一個特別嘅。requirement 就是講，伊 every year 伊愛一條紅彩嘅咋，紅彩 for 伊嘅即個啦。所以 every year 迄個紅彩我哋換嘛。所以暫時我是用嘅紅彩來下到啲我 office，所以伊唔敢查亂我。嚇，暫時是安尼看咯。OK， 其實請就嚟較有鹹味嚟帶嘅啦。OK。嚇。所以 OK 啊！伊話你最近伊無咪加油啊，無咪加差啦咯。有，然後我頂住時我佢哋即人嘅club house上面個性嘅，嚟啊！個性是我到底都係看到伊就，我到底頂住下面物件啊！講你後尾有下面物件叫個性，你小英我就看到，講唔是故意下面啊！我下面我小未起啊！我攞冇。阿 John， 我有本地嘅問一個，係杜景，杜景問下，伊會告訴，做咩事先先都去下咧銀行經嘅事，伊 gaslight 都甲你講無半項你就家己笑嘅，做咩事伊講緊咧？Actually， OK，伊是唔是感覺到伊無力去做這結果嚇？無你感覺到。Actually，你每人講係one thing 是，你特別解有緣嘅。你解有緣咧，伊會
伊會 help you solve 佢哋 problem 嘅。So if 你甲迄個紅光無緣嘅，伊袂，我袂 explain， 我你去啊，你本哎呀。對，我知，上個你伊無咧好呢，你甲迄個冇人講嘅無。上個有咧上個有咧psychic，唔是講有咧 psychic 啊，上個 let's say 上個我 I think maybe 南西本嚟講唔知啦。你上個有咧人嗬，你較識嘅人，你會看到較清楚樣嘅。樣看面時，你會看到較濟，唔是講看面啦，但是講你上冇人講嘅是，為往時你在南西啊，伊會知講你嘅厝下面物件，到底有下面物件，伊會看到嘅嘛。你使問南西啊？伊 visualize 冇啊。你使當 private message 喎，還是你使講正唔要緊？特別看伊有原文嘅嗬，是唔是安尼南西？你有個人你會看到較濟，有人你未安尼濟。愛看伊嘅，安怎講伊？磁場本是看迄 battery pack， 磁場咯，伊 battery pack 是夠力無夠力。磁場無磁場是 magnetic field。上加龍狗啊，就是正啱。正啱咯。所以你成日較應看到伊看物件。對，伊看到伊 feel 到物件，咁了我伊較應 connect 啦。唔是特人啦。唔是。OK。所以我 feel 到你每人講，伊本是上嘅，你就看伊有緣嘅咯。even 你看下就 second 我去嘅時候，我都無甲伊講到半項，我是 just 甲伊講我未調錢啊嘛，我未調錢，你就甲你講嘛，你厝物件。我毋捌去過迄單。杜家 sorry 啊。豆嘅講咩杜家 sorry 啊，問啥物件？你無 try to 過去暗嘅紅光上加大阿伯二阿伯。我的第二咧就是大二伯爺咯。第二是本白好食啊！白，伊白。我是白好食啊！我話咁重講翻。伊個伊本來看伊紅光嘅包，我本來。你過來我暗看。嚇！你當啷 private message 我啫？你免 private， 一做 public message 咪你暗是到嘅。你暗是到嘅，講下。你會好你免 private message 啊？對。It's live message 嘛都。你講下。你 island 啊，你 no problem 啦。其實都係你講。我啱在 island 北位 ，island 北。OK。你講佢地址咩？我 private message 啦。OK， 你 private message。你講我厝地址咩？你依度 clubhouse，依度 clubhouse 咩？你但不，即係到啲 clubhouse 位，度見到啲 clubhouse 位。有那 WhatsApp 冇？係試雜網啊！得一個即係當Linda。喂。你 clubhouse 名都有啦名，喂，我 private message，你 clubhouse 名都打名，YouTube 看到，是咯，YouTube 噶啦，唔知住住嘛？我個 confirm 是有，你間大笑先，大笑英，剛好達到是路啊，冇錯啊。即要來一位歌星出聲一位，開聲一位。那會啊！我來。你到處啊，還是你有唱歌啊？冇唱歌，不你清兵嘛，冇關。OK。清兵過啊，個清兵過。你鬼告訴我，頂陣我看到你笑應該比我講你講後尾你唔是鬼，你講後尾唔是鬼係咩啊？我未記啊。我見你講我笑應特別我笑未記，我笑未記。你話你喺講啊嚇，actually 我笑掉，我見你講尾條笑應特別好，乜笑未起，笑未笑應哦。嚇！冇，你硬講開只攰掉，你下面聲開出來掉。對，你話講安尼熬一個未看到攰，我講掉。有啊，最近都條。嚟講下，講。actually 先件事咯。冇啦，actually 貴正過咗15啊，嗰啲16嘅事。我先前係有無用嘛，做工嘛，所以貴咗請到用咯，所以
我就是過咗正咧，我就去看，然後我真正無人看戲咯。然後其中有一出咧吼，就是裡面錢不夠用第三，我就走去看。然後迄出戲咧 ，actually 真正整到做甲賣做了，你知道？所以過了正咧，無咩人啊，那戲台入面。看了嘅。然後買檔嘅時咧，無去插銷，就是頭去買啊咯。然後到家正即個戲台時咧吼，我是買你大間戲台嘅時候，然後正頭前本啊。แล้วเรากินยาสุยวิจิโรคีแล้วขวานอ๋อเนี่ยบ่มีตุยผีว่าเนาะไอ้นี่จังก็หิไอ้สัตว์แล้วชั่วกุยหิได้บ่หลังเลยแล้วก็ทีๆหิบังก็โอเคละแบบกินแก่ตั้นจะแล้วแบบก็จะยังว่าสิเล็กคัมเมอร์ใช่มั้ยแล้วตั้นเอ้ยหิตักแล้วว่ะวันนี้สิบ่ปานหลังอ๋อนี่ของไอ้อาบ่บ่ปานหลังอ๋อแล้วแบบกินอ่ะ actually ขวาเสี่ยวหิมันบ่講作見啊講ขวากุยหิลงเบี้ยแล้ว就走啦โอเคมันขวาแล้ว即出戲 actually 是2點鐘3字嘅咯，แล้ว頭先看是啲冇半行嘅 ，the first hour 看是順，แล้ว after that 咧嗬，過咗點鐘我哋 video，你睇嗰戲台嗬，到你做條戲時啊，一邊啊 ，actually 頭殼會有開掉你藍嘅火，你知道？對 ，so in case escape emergency escape 嘅時。แล้วอีบุษย์แกหลังแกรอสิอ่ะมองๆปัดตัวเสียงก็เลยคุยเดียวเลยคุยลำๆสิพานว่านี่เนาะ所以你邊一ลำคุยนะ所以我มี有人行過時你看到有影有叮當啊你就成個你扎伊時候就影扎到伊開淡薄，所以你看到伊成個暗起啫。對，你看到有人行過時有卡影嘅話你咯，所以我就奇怪啊，我就只係中誤會咯，แล้ว你看到邊一邊嗬。少有一個影櫃，你知道？嗰啲我係正。所以你目睭尾看到啦，但你邊個其實都冇看到咩嚇？就是你目睭尾影嘅。看無半行嘅，然後 feel 到想有人行過，可能影喎。然後 maybe 我哋想maybe 是鳥鼠啦，然後咯，所以買個嘢蝦個字咯，我是人嚟嘛，佢記得我是人嚟嘛。我以前時10點幾，我看10點半，你知道？แล้วก็怪異啲咯，แล้วโอเค啦買下個字啦，佢哋是鳥鼠啦。แล้ว時候บ่มีทอง喺度，尤其你睇 after MCO แล้วอี度裝修嘅嘛，裝修啊，佢睇是新嘅，夾本唔是新嘅喎，冇可能鳥鼠啊嘛。屌，你講係講古早你聯邦戲大咪幫個鳥鼠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บบนี้แล้วก็เสีย after 20分鐘嗬，解啊，到底我多兵嚟，佢真係好喎，แล้ว因為佢戲大冇望嘛，แล้ว講你人行過影啊，你看個冰冰嗰啲啫喎。แล้ว係啊，แล้ว試啊，按照好啊，แล้ว唔要緊啦。所以你看到一個人形嘅可能啊？冇，你就是看到你火叮當嘅，我哋講有人行過，你火叮當了，你反正攞淋火，你反正到你掉邊邊咯，แล้ว every 15-20 minutes 咗到啲話加冰多冰，你火叮當咯就。我解啊啦，แล้วผมนึกว่าผมเราไปเตรียมปอจริงอ่ะมาแล้วขอแล้วอีก有嘢อ๋อแล้วเมื่อกี้แล้วขวากาชนบวยปอจริงๆอ่ะสิหรอขวาที่อุลังแกจิบไหลด้วยจ้ะแล้วอีคิวก็แกได้ป๊อปคอร์นด้วยจ้ะแล้วว่าสิว่าเสียว冇cool嚟㗎，真係看。我哋點先個人夾入嚟，個夾 popcorn，แล้วบัดลักactually 是看無講正清楚，because 冇講。我就講有一個人夾入嚟，手驗了物件，แล้ว因為我係怪頭前，แล้ว係 entrance 咧嗬，是 actually 到底我多手啊，我正手呢就，還沒人夾過，我到底我看到嘅就，你夾過一定會夾過阿妹會借咯。哦，所以 entrance 到啲頭前嘅正面會來，係咪頭前會來啦？你看到嘅是？對，到底我頭如果嗰時頭前第個做啊。OK，所以一接觸咧是行樓梯起，同冇樓梯起嘅可能。對，แล้วที่ว่าอาบวยก็แล้วแต่จริงก็ว่าปีนี้แล้วอย่างที่เราอาบวยแล้วว่าผมกล้าปิ้งกุยว่าอย่างผมกล้าปิ้งกุยคุณบวยพอทำจริงเนี่ยแล้วเสร็จแล้วของหายแล้วอ๋อแล้วหีแล้วสิมาคุยเว้ยแล้วคุยเว้ยแต่ปิ้งอาบวยของสิอย่างสิบุปผาละอย่างสิบุปผาละแล้วถอดสิว่า我個人會講，你帶阿妹是唔是係你 entry 時間？冇 entry 啫喎，係間時佢話邊間喎？哇！喺陣時我講我本撐，然後我就頭黐頭邊喺度痛咗住啊！你陣時是半暝，甚至2點幾啊！特別我講陣時咧，我先話毛管長，我看到你會叮當就話毛管長了誒，because 我有講佢起大咧。平常時無做啲做戲，點先係咧？嗬，有一次安尼款人所謂好兄弟，
咁樣多啲邊位。對，啊邊陰嘛，無人嘛。嚇，所以講做件事咧，講人這事 actually 未 feel 到 anything 嘅。แล้วตัวสิ่งที่แม่講緊你ตัวเก่งที่แต่ว่า friends 講係講你ตัวเก่งที่แต่你都只能借掉 so อันนี้ว่า你唔其實係本唔是無奇怪 because 無人係企嘛你是你只能借掉你嘛你講好彩你唔看鬼戲咯想你看鬼戲嗰個叫你咯以後你一個4D 嘅感覺誒特別好你一落來會看到鬼啊但係南西上杯梅咪嘅嚇南西你會講咩冇我計講你會記你 Facebook 嘅時候，你唔是有翕咩？啊哈！你有翕帶嗎？啊，對。哦，南西會教學掉啊！我冇啊，以前我直頭計講啲翕邊講啊。嚇！有影真嘅，我唔是騙你嘅。啊，對，你講佢我記。依個你講我後邊有看到物件，後你嚟講。借啲大陸我有計。Oh my god！咪貴我跟我講好彩啦 ，because 我 post 件我時候，我自己 selfie。แล้ว係 white angle 我講booking the whole cinema 你玩。人做呢棟。哦，所以我還是看到就想一直都在啊啦，南西。那邊是計有人咯。你好彩是貴啊，跟我講啦。誒，特別我問你，所以你一落來會看到，你看到物件還是感覺到，聽到你看到物件喲。你一落來。我唔捌看過，特別我感覺過真係多。所以去旅行時我到啲 hotel 啊，我都有 video 看到物件本嚟，我咪曬嘅佢哋環境嘅電話彈，然後第一是伊佢哋 speakerphone，家己turn on 了，有人講話 hello。嚇！我都過，我看到物件我。Maybe 是你嘅歌迷嚟嘅。啊！我講到啲潮州歌嘅時 ，before the next year 我去潮州歌嘅時候，嗱係咪？咩潮州歌係咩？潮州歌係咩？哦，潮州歌是中國嘅一個所在咯。哦，因為做潮州歌啊，我講話。潮州歌。哦。潮州歌有阿黃名，我未見咗路。潮，阿咪等你講下你講嘅是華語名係？華語名叫咩？潮啊咩？潮州歌。潮州歌 ，OK。山寨。呢是一個山 valley 嚟，然後看風景真水嘅。OK。呢大啲我啲北啲邊位啊嘅。哦。所以你 before 去山時，你要是你是揸住隻狗，然後阿妹大啲去邊山開學到出名。哦。然後加住揸起你去6點幾7點你就入去內邊行咯，風景嘅款咯。所以我就是整住妹大啲你學到嘅時有發生安尼款嘅事咯，幫妹殺嘅。喂，佢哋電話家己彈咯，然後有 intercom 啊，講話 hello 安尼款啊。哦。แล้วก็turn off แล้ว later อีกก็ใส่ hello อันนั้นแล้วก็ว่าคิวอี佢哋電話ส่ง出來咯。แล้ว有時候我คิว電話ส่ง出來，唔通佢ใส่ hello 那講頭個 hello 講哇啲就是頭去 lobby 困嘅。哎呦！人講，其實嗰啲山卡位哦，真正垃圾嘅咯，去邊所在。啊，我 always video 可能物件，but before 我 video 嘅時咧，我係遲疑，我係真驚，然後 because 我小當小細嘛，然後搞我真去看到，還是 video，還是 maybe 影到嘅時候，actually 我 video 冇講真驚嘅啦。哦，因為我常常去外口做 event 咁樣，我個幾多 hotel 嚟嘛。for the past few years 啦，แล้วว่าบุญ常常會 video อันนั้นมีตัวที่ hotel แล้ว as long as ว่า video ว่า pay respect 咯แล้วไม่ที่เรา講話咯แล้ว當ไม่做人話咯แล้วบุญ是順คุณแม่冇講行啦。所以你是成日 accept 你這是你 reality 你就做工你就唔介意成日 coexist 做所以你就唔係講特地去食嘢上面了解 respect 而家就當做無事啦。對，แล้ว你咪去笑你這本啊？拜聖咯，嚇拜拜聖咯，咁咯，拜喺度無數啊咯。我係 video 我 always video 喺度物件。是哦。但我唔捌看過，特別我咪看啦。你看起來咖啡咧好勁講嘛？特別我唔捌看過，我 seriously 我唔捌看過，但我影過，然後 popcorn 嘅咯 ，popcorn 嘅。嚇 popcorn？popcorn 但我唔是看到，有時一人行到咪行去。哦，安尼哦。但伊入來是我 video 是一個人來喎。哦 ，OK。你是行去後尾然後你個來想到講，誒，看無半人咯。你看到是你無講驚者，because 你是感覺到講是誒，誒，真係換個接來看戲，特別你無想到啦，啊，掉去到你後尾時你個感覺講，誒，唔夾邊個去看，佢哋唔知是人是唔是人啦。
對對 ，actually 行入來時，我想講是邊做工嘅人會入來扣手嘅。那咁樣我哋常常係做工人穿黑衫嘛 ，usually 嗰啲衣帶位。你唔是啊？伊是穿白衫喎。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你可以看到伊個衫係咪個？嗰時穿白色嘅時候，我看到邊。大波雜波都在哦。大波嘅。哦。你話細講係主要嘅面鏡，嘅是薄乾咯。哎呦 ，please， 你是真明啊，仔哦，無明嘅，你講無明明嘅，就是成個講成個一樣，成你講你看到你海入面，佢就是講無只看到就是form嘅啦，即係你而家就是看到就是藍你是比較人會太樣嘅過咯，你咁樣看住 form，但係你是未看到面嘅。我看到啲面本嘅，有啲時候快啊，一行就受安尼面頂啊嘛。你話就講有一個人行入來，然後安尼面頂，然後 after that 山起後是全部佢哋人了嘅。你去，你咪講所在啦嚇，你去安尼一位表演啊，有台啊 ，because 我就係講一 stage 啦，但係人講戲台啊，人講音是成個學堂嘅，你看咯。你早起是只學生，了阿妹是無完全無人去啊！吼，你連幾個只時間你可能會，because 嗰邊所在看特別個無人嘅啲氧氣啊，無啲冷氣啊，所以兩只時間去嗰邊。個另外一位就是成個 studio 咯，成個 hip 嘅 studio，嗱本身你看的嘛，有 hip 是有人無 hip 是只坑嘅嘛，所以你咪去成個 either 是 stage 啦，還是去表演啊、禮堂啊，還是劇陣得你感覺到，唔係講所在咧，得你有感覺到就係幾哩咁冇？加了為本有，加了為本感覺到。哦。邊咧 KL 我去過所在，加了有 studio 裏邊 recording，加了就是有啊。係咯。伊好多一個，按照講啊，壓迫感嘅咋？壓迫感。壓迫感，按照講，你特別要調的。哎呀，普吉見咩看？跌落嚟咯誒！哦，所以你閃刮騎騎呢？騎閃刮頭騎騎啊！對，成我去上加。Yeah, you feel oppressive. 哦 ，OK， 所以你成日無爽你看啊？對，上個我去做 event 上面我去人 studio 做 recording 嘅時候，你看是無關行嘅，特別你徛起去伊個中午嘅時要正做 recording 嘅時啊。伊 music 就會來，伊火就會開，拍條路照路時，你 feel 到成有一個 pressure， 風險來幾條路嘅話呢？然後你同我笑面嘅風險成做未掉去嘅喎。然後咧我佢咁樣去backstage 拜，然後我笑響者。然後佢後做面叫做順嘅。你有冇個路玩？有冇成講隔？有冇成講喺你 stage 人講？那是啷上線嘅人，對吧？你看做就一步㗎，可能跌，你肯講冇啊？OK，usually 我諗做一個 recording，before recording start 嘅時咧，嗬，就有叫加了冷氣，可以派人講嘅，就有嘅。冇錯，時候咪冷。即係 production 佢哋 team 去擺，對唔對？對，愛擺 makeup artist 上面嘅了，本對愛去擺嘅。所以有特別擺有冇咩？OK， 為人是隨見咯，你兩講話咯，你其他所在兩講。because usually 你所在，嗱講冇做 recording 嘅時，你看表係點先？有時阿毛幫。對，都叫文化嘅物件。所以有時你唔使講，你會你運氣，你去到你所在時哦，是有啱掉你所在，還是冇啱嘅時候。然後隨嚟講隨見兩講話面咧，嗬，創掉嘅時咧，你做物件就是未順了嘅。可能就是搞你喺你點先嘅時咧，嗬，別人做是順咯，搞你點先嘅時咧啊 ，maybe sound system 派啊、lighting 派啊，佢就 delay 掉啦，有啲物件冇順嘅。嗰有次後面嘅我係細個浪 share 就是早嗰時 ，actually 我有參加武術啊，拍功夫。對。แล้วตัวสิ every time ว่าหลัง annually แต่เดี๋ยว做一個 performance 就係話 annual dinner กันวันเนาะว่าหลัง係武術總會 annual dinner แล้วว่าหลัง係教練แต่เดี๋ยว叫往ตัว backstage 去擺先 before ว่าหลัง做 performance because 你做武術嘅 performance 你แต่เดี๋ยว有嘅是頭啦、多啦、劍啦、面可以面嘅表演嘛แล้ว有 latecomers 咯อีเบหู擺แล้วอี度咁樣話曬頭嘅表演เนี่ยแล้วดู頭啲อี喺你劍出嚟，而家是靠條刮條家己貴手流回流嘅邊子。所以就你出數啊，你可能係你冇擺。對，แล้วแต่ว่า教練依度小別掉下面數嘅發生喺面嘅 ，because 你是怪 expert 你個係表演嘅嘛。แล้วแต่係是度每一句話係講，但係你出條以前是你大唔會擺成我，哎呦我未見擺，because 我嚟話了，我未見擺。就係講啦，所以後邊我就是。
真正相信安尼款的物件无错，你是表演下面物件，阮好跳歌做戏也好，跳舞也好，你其他的所有你定定爱拜先。你拜時你咪講，你成日講 respect， 伊講就成日話人嚟這所在用你所在，你都話都話咪就咪人話又。就是講你來做 show 咯，叫你學你 show 做得平安順利咯。OK， 歡喜喜無代志咯。所以你特別解要隻交代啦，你別解隻，你使只當做一下無數嘅，你看啦，當做無多合併嘅，你特別解要隻交代。I show respect，這條愛咯。你感覺到成日你去唱歌表演啊，你去帶一半，你是講我是到底帶啊開拍開落來啊，會唱歌啊什麼，你會感覺到你心，唔是講你緊張啊，係你心情啊，你是感覺到你成日心輕輕亂亂啊，可能啫。對誒。所以你拜，但是有拜嚟講，你就未是安尼可能感覺啦，就較順啦。嚟講較順，我唔知這是到底是一個心理㗎，還是有拜。是講你關係啊，你去。at least 拜者你個未出，免講佢心想是無心想，伊較你免去煩惱啦。對。Because some is我 always believe because 我是道維爾門嘛。你講是佛教本是道維爾門嘛，所以我 always believe 一項物件就是你看袂到物件，無代表講伊唔 exist 咯。because 是大別個 dimension 嘅嘛。so anyhow 就被 show 一個 respect 咯。咱互咱物件順就對咯，安尼款樣咯。無咪唱小歌來聽咯。你第暗鬼聽係歌什麼？第暗鬼聽係一首歌。actually 我講嘅我唔捌唱過咧。哎呦，死啦！咪亂講話 ，OK 啊？唔要緊，都唔是切過嘅，情味 OK。情味。你是平常時是冇機會來參我錄音，是你是你有 usually 你點時你是有表演嘛？對，因為拜5、拜6禮拜我哋都是做工嘅。清明你都冇啦，清明。但係好咯，成年好咯，但係你拜5、拜6禮拜冇做工。較濟有啦，因為我紅牌嘛，冇辦法嘛，人驚聽我嘅聲。喲，紅牌我知，我諗我實在。我一年內面咧，是兩個月節是最硬嘅，都是清明甲唐人七月，就是 August。你唐人七月是你個啥來個？對，所以看，就是我看準嘅大名嘅 OK， 我叫咩硬啊，所以我咩都來切落。你好。冇俾。哈，特別我問你啊，你聽邊個嘅隻歌啊？你白邊個嘅隻歌？你是安怎找到啊？未記啊？我先個找到啊，隻歌算十幾年，人講我講得隻幾個歌數啊。OK 啊，邊個嘅人就講幾個數嘅啊。所以是朋友介紹啦。朋友介紹嘅。然後咧，古早時就是有 podcast 嘛，咱無 live 嘅物件嘛，咱就隨便攞嚟古早 recorded 嘅嗰啲 episode 嚟聽，然後聽怪好聽，然後後咧我個除咗真係besides 幾個數，咱個講真係別嚟 topic 真好笑嗰啲嘛，所以我接咗特別嗰陣時佢哋聽，然後發音嚟聽。當今我聽啊，我有聽。我是你不是成個阿龍咧幫來聽，幫來困嘅話阿龍。即係我幫咗聽咯，聽半鐘就困去咯。阿龍就成日咯。set timer咯，你可以聽咗咪自己冚咯。แล้ว是換車嘅，換車就咪聽咯。你換車聽幾個數冇驚？換車聽幾個數冇驚啦。我是真驚鬼人嘅，特別我鬼後咧，我自己 feel 到啊，自己看到影，可能唔驚鬼後咧，我 feel 到原來是安尼款嘅，所以 actually 冇真驚。冇講真驚，你真係拄到小啦，實講冇講真驚。即係你去 feel 到係你點先是即係冇看到時，較驚佢你看到是唔是？因為唔是會咱看成一隻鬼戲嘛，你個記名字鬼戲嚇嘛，家己驚佢鬼嚇人啊，鬼嚇人啊。對，我有一個朋友伊有安尼款誒目睭，阮有看到可能物件，伊甲我講，有隻鬼咧。是被成個人大戲會看到安尼香安尼款嘅，因為你有時我即係你鬼有在度做安尼款嘅物件，安尼香來做路嘅吼，就是意思講係有人飼嘅。但是講無人飼嘅鬼咧吼，應該是無迄個安尼管嘅包啊。伊想講把你混嘅咧，伊無想講安尼忙嘅啦，無呢香嘅啦，係咯，係啦。
對，伊講 the most 樣做物件，可能是互你影到一個，啊無 maybe 大邊啊，物件不多，互你 feel 到講伊 exist 安尼款爾，迄個是真好了了。你講講啊，食食出來哈，你會啥語言的話呢啊？迄個確實是有人試嘅咯。啊，用無係講通常是無可能發生嘅話物件，用落個了就是看幾小節啊，家己睇咯，家己 imagine。對，แล้วกูเจ้าก็ลุยกี่อ๋อตัวที่แมคคาลิสเตอร์รถอุ้ยอ๋ออุ้ยเลย老厝แล้วจะ只有為了去看只古人佢十幾字入面整嘅事啦係咩物件得啫ตัวที่แมคคาลิสเตอร์รถ有一間老厝ตัวที่咧แค่จอนรถ嘅隔壁上加是一個摩是邊啊一個老厝誒迄個厝是上加 abandon 了誒等下我想未記喎得啫我唔知係咪但係你講咪 Dick John Road 是得嘞 Kick John Road 是得我係咪即係 OK 所以中路咧等嘛所以是我到底咧興義位啊是對興義嘅邊啊是唔是有 OK 你知羅浪叔叔或者啦叔叔我未曉開機咩OK 迄邊有一個咩光明日報嘅啥事可能你隔壁就是加拉叔叔加叔叔嘅隔壁路就是咩 Cat John Road所以 Cat John Road 嘅邊啊你啥事有一個 mosque 是邊有一間真古 abandon 嘅厝在呢邊真老咧冇咁大了嘅然後 maybe 裏邊上加樣古早像環亞大72家房客嘅話你啦 if I'm not mistaken 啊然後suddenly 小本唔知發生咩事，只係為了外口看個塔車，但係我們停車落來看。你講嗰間厝內邊有人飼嘅龜啊，真好料嘅，佢點半挖出來啦，咩咩。然後只係大邊看咯，咪大邊看咯，然後而家喎，到頭哪會點物件出來喎？哦，我唔知攏聽過，唔係喎，我唔係聽過喎，總乜看過？總知。嗰個即係咩年代？哦，都聽過呀，我當20年前嘅事啊。因為我聽過嘅是。我會記是我阿媽講嘅，伊唔是講迄間厝，我會記伊古早條中路有一間 museum 嘅。我當金閣有過下咧，迄個 museum。特別伊講古早迄個古早伊舊嘅事啊，未 renovate 嘅事啊，伊嘅迄個 museum 啊，本是像這個故事啦，都是你點物件入去吼，伊會點物件點出來哦。哦，我是聽講點半碗啦，點舊依度頂嘅面面很叫到啲點咯。然後外口人成日看老早，很就徛就看，我看啲面。早起時啊？冇阿妹。哦。然後就係為了伊外口伊迄個籬笆位看咯。成看把戲，你看電腦啲啲面嘅啲面嘅。哦，你嗰時你幾歲你看到時？我應該是中學呢。OK。該是15歲、14歲。OK。然後我本記到老早，我徛喺邊看，我點多頂嘅話咯，特別冇看到鬼啦，就看人面嘅點啊。哦。然後播抓正大樹嘅話咯。誒，但係邊我只會 try 去 imagine 嗰時得一格，我冇咩下路名啦，所以我再講，你講伊當今嘅 museum 是唔是講到啲唔知八打嘅店嘅對，頂到係八打店嘅對面喺邊呢對面嘅。哦，所以係邊啊邊只隻對面，上加是喺你暗樓嘅 building 嚟。哈，對 ，OK， 你在我能講下一間頂住是有咧heritage 嘅人起來甲我講，佢邊條伊是一個叫做伊是頂到啥物？是小人間㗎，是落棍厝，石間嘅。上加是石家浜，是Balai Bulan Sabit Merah HQ 嘛。哦，對。就是石家浜嗰邊咯。伊講嗰邊有只迄個本只上加垃圾嘅物件嗰邊只，頂到死嘅老棍厝嗰邊人死啊，還是囡仔啊，死嘅囡仔，你看那到底嗰邊嘅？老棍厝應該是常文化嘅物件，冇奇怪啦。少。嗱，喂，你講到成家房啊，只個是故事，你同你講。等陣，阿岑老師你講咩？講頭晚係你高聲講係你點半話係啊？係咪都不能一個咯？就你是like in the 30s 或是40s 我未記啦。
伊人是講 poltergeist，特別伊人講迄個規間厝人伊是 poltergeist，伊是 usually 是個 teenager 會點先，so 迄個人伊個厝本是有咗，伊個漫畫飛，了時伊人真無類。然後迄個 circus 嘅人迄個做嗰個奇怪 circus 嘅人愛叫一個 teenager 去做迄個side show 啦，你 circus 嘅 side show 啦，都知啦，即美國加拿大有迄個小小嘅 side show 嘅嘛，circus 嘅，了伊人嘛是叫記者嘛來 investigate 咯，了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伊人特別做迄個 scientific 嘅investigation 時，伊人拆開迄個 teenager， 伊人要知講是迄個厝，還是迄個 teenager 做迄個漫畫，迄個 pots and pans。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嘅時伊人講伊個 media 變成 circus side show 嘅時and then 這個 phenomenon 嘛 disappear。哦，這是幾年嘅事？特別伊人。我袂記唔知是 in the 30s 還是 40s， 這是 from East Coast because 伊像人特到聽到嘅時無證據嘛，所以特別像這 neighbor 講有影，所以伊人嘛是叫咧 newspaper 嘅人來 investigate 咯，然後知啦唔知迄個伊 coverage 是真無相，所以 when 伊人叫甲quite大咧是 like 迄個就講provincial newspaper 咧嘅時人嘛是愛叫人來 investigate 咯。So 伊人講若是講要做 investigation， 你特別有 like control 嘅物件嘛，伊 control factors。So 伊人是講maybe 是有人做鬼做怪，然後伊人就 investigate eliminate 咯。So 伊人 eliminate 甲到尾時，伊人講唔知是迄間厝，還是迄個囡仔 because 伊規個 family 有淡薄安尼款嘅。哦，伊厝是 occupy 啦，伊厝有人住啦。了。我會記得這個查某嘅是，伊是第凄慘嘅啦，伊個 case 是第 serious 嘅，伊是甲伊個姊甲伊個姊夫大，所以伊人講但就是伊迄個人唔是迄個厝 ，because it happens in different houses, different homes. OK. Because 頭伊人想講 ，maybe 伊人想講有 occupants 喺迄邊內邊，甲伊人白格，你知無？所以伊人話講可以去大白位咯。伊去大白位是一般是發生，特別 by the time neighbors 講發生，伊人來嘅時候就 stop 去了，所以伊人掠袂着，你知無？了嗰時人嘛聽到講，哇，安尼即個是 like 想做做 magic show 安尼嘛，叫伊去做咧 circus 了，伊 like control 迄個物件飛來飛去， so and because and 會貪錢 because 伊人無錢 ，and 古早嘅人無 education 嘛是袂貪食咯。所以人講講，若是你會找到一個趁食嘅辦法啦。然後 during all those things， 伊越講越大咧時啊，伊人講你查某was very very stressed out，and then suddenly 伊嘅 power disappeared。哦。Poltergeist 甲當今 unsolved mystery 咯，我看到嘅即個就是 unsolved mystery。Poltergeist 這點就是講。spirit 有在掉叮當 physically object 嘅物件，就是叫做 poltergeist 啊。對，所以伊人特別 investigate poltergeist， 我看到一個 show 嘅時是 unsolved mysteries， 所以甲當今伊人唔知講蝦米事會發生特別真濟人講有影，伊人是有影是看到。And 伊人講是喺度夾緊 ，because 迄個查某 and 唔是一人特別 ，but usually 伊人 teenagers 14歲甲17歲時，but they will grow out of it。but 即個查某幾厲害咧 ，and 伊人愛回去做 circus。所以伊查某 control 呀，伊啥物件背是伊隻查某。based on 迄個 program 我看 ，because 伊人直接 eliminate like you know process of elimination 嘛。Yeah, process of elimination. But the way it's considered, it filed away as unsolved because she actually grew out of it. So I think she grew out of it. I think 即係17歲，是18歲。哦，所以細漢嘅啦，伊做伊人講佢 family 個了是安尼，14歲甲18歲。So 伊人有咧 paranormal 嘅迄個 investigation 咧 research 嘅人講即個物件是怪平常 in
teenagers because 伊人诶 emotional 真正unstable 了伊厝伊爹甲伊妈伊人个了伊规家口啊是真正复杂诶 so and 佫真济人住到上一间厝佫真无类厝佫真细间佫真杂 so 伊人讲 all these negative energy 发生安款咯特别 it's filed under unsolved mysteries in Canada 原來但係 before 對佢這高升嘅事，即我看這最起來話有連起來嘛，話但係你是唔是聽到你名啊？我講你名啊，你等名。較早我講建照嘛，拜建照嘅啦，我想到你告訴。哦，係咪告訴我冇聽到？你講你建照，你講你買特別叫你拜建照嘅嚇，拜這裡見奶啦，對，你講咩事？你可以告訴我講。係臭味啦，地址刀。嚇，係咪臭味？哦，地址掉。嚇，係旁邊有紅點，這臭味，係個啥嘅味啦？哦。當件事。內禮拜整個再出現咯。呀！一個再出現，一出現呢是真奇怪。成個我人嘅這 room 嘛是成個嚟4 meter by 5 meter 安尼款會夾這 size 啊。伊風險是到我係鼻鏡就係，迄味素風險到鼻鏡出來嘅。鼻鏡係咩事？就是徛到你鼻鏡了，你人鼻鏡安尼款嘅。鼻鏡什麼意思？我不要聽喎。鼻鏡意思是講邊啊，嗬，夾邊啊。哦。條蕉蛙。條蕉蛙。我係就係你個性嚟講得學力仔。OK， 所以徛到你邊啊 ，OK？伊徛到我邊啊，佢鼻數咧到邊啊，會安尼款。哦。安怎會發現呢？因為我走去個在鼻外口窗啊啦，去鼻外門開啊門外口本無迄鼻嘅。特別你行去頭前時，你行去外口時，伊無對着你啊，你鼻。無，伊都鼻鏡邊啊爾啫，伊都邊啊爾，了我就感覺到一個奇怪爾，即就是我看無嘅，我目睭是看無嘅，是迄味素。哇！西北臭呀！成個曬嘅味 ，OK。了我去又好似去吹河，伊本未走嘅啫，伊現 OK。伊現本未走嘅，了我旁邊有迄布迄烏道嘅物件跌倒就對啦，頭轉迄位轉迄 spot 就對啦，轉過後嘅時，了嘛我迄位哦，去鼻時，迄屎味參加迄個跌倒嘅味白白，你知喲？真奇怪，然後我非得講，哎呀，我都看袂到，了這物件個奇怪，本無奇怪，了個continue做我工啦，然後清明時我有對厝嘛，我嘛甲我媽講起啊。了我媽媽 call 嗰隻後尾隻 auntie 嘅人哦，迄個 auntie 就甲我媽講，你查某囝當今大個人嘅厝事哦。了我媽媽甲伊講哦，伊個 owner 是 Glenna， 伊講 OK， 就是迄 Glenna 先嚟。伊講甲隻 Glenna 先有啥個牛啥嘅味。有錯過誒。了我媽甲我媽講，慘我去也得多去補伊喎，安怎我甲講，慘嘅，我唔知，我甲就抓伊個，去抓硬講。你做好啊，不要緊啊，唔知冇。我媽講，我唔知，安怎好啊！我媽講，哎呀，伊講，迄後尾安弟甲伊講，叫你查某囝去拜伊就對，甲伊報一聲講，哦，你過來是大間厝，下面物件安怎款？
就是嗰個後一個我 owner 嗬，伊有一個桌頂，唔知伊人唔知咩線啊，特別我無看到有牛嘅一線喺後邊，特別我是看到一隻老虎，然後是布達是一條老虎嘅。誒，老虎細個個臭啊！我甲你講，迄啥嘅味就是個 animal 嘅啥嘅味。哦，成間係 zoo 嘅時嘅味道味嗬。成個 animal 啥嘅味，成個我媽母係飼狗嘛，就是伊成個大隻 animal 係啥嘅味就對啦，真臭嘅，唔是人嘅啥嘅味就對啦。老虎細嗬，真臭就。我唔知是四百臭。Wildcat 嘅細只臭嘅，細椒啊，椒本只伊味真正半真嘅。特別一徛條啥，你感覺就是一徛條迄個 spot 呢，就是到你邊啊呢。即係一格去味道，特別是去上一位。無，伊風險到我嘅邊間呢。我有聽下，當然你講鼻鏡，我有聽下。頭你講鼻鏡，我成日到底你鼻坑嘅位。笑笑。就是你講啦，了我咪講是線嚟，較緊走去拜伊。哦，你 OK 啊？當然拜啊 ，OK 啊。當然無啦，我唔知啊，伊得隻風險個再來我度講，叫你去找。你去帶拜，你去硬講即係硬講拜。伊個厝內邊有風嘛，風迄硬講。我嘛係call 下叫安迪，迄阿妹人，迄安迪甲我講去拜伊風嘅線就對啊。哦，所以你一頭去你厝內迄個硬講會拜啊？係，迄硬講會拜。OK。但係講無好意思啊，我無條路，我唔知道自己我咩物件。哦。安尼講啊。即係我估一陣間佢一禮拜。內禮拜整 ，OK， 但係冇 video 啦。無啊，本來是愛看男婿啊，特別我個心想看，講等陣男婿叫我，你行走先，你行走出去，等陣甲我 describe 講旁邊嘅內邊是安怎可能我嘛驚死人，but 迄個味素無做甲我真驚啦，會做甲我真袂大漢啊，是死白臭哦。即係電視人講啊，你若是講紅飲味料臭嘅味素啊，你袂使講嘅。少。聽人講過本嗬。調本。你是有我記定得啦。香嘅味素袂使講嘅。香碗袂使，香嗰個絲一磅電壓嚟啊！你別你咪 Jasmine 嘅壞。香嘅是好嘅喎。伊個袂使，香碗袂使講嘅。啊，香是冇，你袂使 mention 嘅嚇，你袂使 mention。你講，其實那阿 man 嘅香這個即係袂使講嘅嘛，講。係咪數啊？就個性你講下，係咪數袂使講？伊是幾嚟？講了，伊人對就係講你伊看到，伊人，伊 contact 到伊咯，音對條路咯。就是講你在樣在你邊啊，咯，所以在你聽講。哦，到底邊件？到底你邊件會係咯？所以 video 是對 buat bodoh 啊。Oh, oke, tengok. Jangan pura-pura, kata Eko. Jangan. Karena video tiga buat muka bodoh, tapi lu muka skupang. Jangan buat muka bodoh, aku boleh nampak you. Ayo. Nó hóa một sự hô, bài đó là video là giống như biểu làm băng phủi đó, để sẽ chút xíu. 到底電推有時，電推有時 video 唔使講哦。唔使講是人嘅食講。我當電推嘅，我入去時我一人名嘅時候，我見到我報當時候向我崩潰嘅時候，因為我哎呀無人咪見到崩咯。是啊。แล้ว嚇，啲電推隻狗咧唔會開始我嘅時時，哇，佢到班人嘅咧嘅住。哎呀！Aduh. 攞個批線嘅，特別我掟鋼門都行走咯。係啦，咁樣出咯。我
我擺那看到我 office 一個房間，一間家己房嘛。because 我做物件只有大聲，而且我哋家己一個房。然後我有時啊，我家己一人大邊又無人入來，咁是幫配方嘛幫配咯，死啊！就幫配死頭家夾入來喲。我講死唔知有邊。你坐 lift 嘅時個，你坐 escalator 嘅時啊，你地好是咪翹到人嘅後尾？你覺得慘嘛？我掉過隻折到啊，在我新加坡。了我有你翹到安迪個是安哥後尾呢，好啦，見想走咗。啊，冇幫配是冇走，安迪個安哥搞幫配啊。因為伊人今日就講我放飛是正常嘅，迄人一頭放出個無聲喎，你坐在後尾你個放着你adopt落去哦，你都聽袂到咩聲，你干那味到迄味，哇！你今日就講你要咬啊，你要閃咩？你就叫冇人講啊是？佢就叫冇人講。味到咩味？講到好啊！你安哥有隻牛排放出來個牛屎味嘅。就是咱個可能講真個講個幾個是袂講個，安怎間福建無地氣啊嚇？間福建唔是？我是幾個數，但我別講。你講。就我們小記，因為但我講叫你間厝是古早人家做成家房嘅嘛。對。古早我過成間嘅時候，我唔知大咩 hospital 邊見起啦，個舊嘅數咯。你講我。你阿妹生咗囝，了伊休息嘅時頭白鏡喺困嘅時候，伊 hospital 嘅房間有開晚會呢嘛，dim light 啦，所以看到伊對面嘅面窗嘅人 already 搬走，我哋就discharge 啦。了伊迄個curtain吼就個咧白鏡係做完啦，看到你頭白鏡時看到你 curtain 嘅位置吼，with the dim light 啦，伊 feel 到你 curtain 啊，像有一個查某大啲邊條暗嘅，有shit啊！對面嘅面窗呢。然後伊就調出嚟，後尾夾白鏡嗰陣地嘅，誒地基白鏡時看是誒無啊，而係是規灣嘅個燈是白掉嘅。哦，你可以看到伊個燈嘅咧 shape 上個看到就是查某掉暗嘅，可能別得白鏡。查某掉暗嘅可能。哦，然後嗰陣時，啊，伊講誒，啲白鏡你看是講誒，而係是個燈啊無搬行來，伊講可能伊 shape 假事，你頭白鏡要困咯，你目睭伊頭白鏡佢就佢目睭看時哦。佢嗰隻看到是查某大邊條暗喎，你嗰隻啲白鏡都對是看是講誒無喎，而係是個燈來喎，你後尾伊唔加頭白鏡啦，就是頭行出去外口嘅交到位教你面試之後講話攰咩，你提個早起啊，差不多5、6點咧，面試每日面試都買困，講我別困。你面試個人問伊講是毋是看到咩面鏡到啲綠面窗位？你就問面試，伊講哇，原來你知啊！伊講我知，特別我袂使甲patient先講啦，因為patient先看無到嘅嘛。然後咧問面試講啊，即係有一個查某大啲咧面窗位成日驚掉暗時咯。Oh my god！但係你是古早嘅事啊咯。哦。你講真係人有看過，特別有人你咪講特一勁啊！你咪講出來當個有嘅哦。我唔知到時間未記起啊。伊是檳榔還是割鋪嘅？檳榔。哦。檳榔嘅。應該是無安尼驚啦，吧？因為這是 hospital 個了本 beautify 啊嘛。應該是 GH 啦，應該是 GH 啦。若是講是 private hospital， 伊就大新聞了咯。特別無做半行啦，伊是 just 看到一個影爾啦。哦。我講掉後，你查某掉後嘅時啊。like 古早是都無 private hospital 嚟掉。哦，特別唔知道講嘅 GH 咯。GH 有一個 separate ward 是成個細間嘅 ward 啊嘛，對。GH 伊是到啲咧對面病嘅，一路對面病嘅嘢。特別把路 GH 本做個真水啊，無古早可能暗啊，遲驚就其實真係就會 haunted house 啊。啊，把路真水，把路而家真水啊。所以你應該湊有40-50年嘅事啦。哦。所以我聽我講問佢理咯，伊講哇，看到伊小朋友成一個人大邊掉暗暗嘅，啲白鏡只個看無，頭白鏡嗰隻看有啊。這裡就較驚咯，這就較驚咯。係啦，你刺激咯，看到嗰陣時。係咯，對咯。OK。講緊明星即係你快照計劫啦！
個別。我 commercial break。我當然個就我個有個咋個我別記，特別我看上面特別啊，應該就特別我別記啊。咩啊？我別記啊，第三 topic 上面啊，上邊去第三。掛 email 先，掛 email 先，等你。嚇。小學啦，小學。小學是後尾就多嚇。OK。咩多？多啊 knife 啊。多咁。我是想講，咱邊咧學嘅哦，人哋講啊句嗱教百句出哦，是後面佢頭本講句嘅，特別咧就唔得講句多句嗰陣哦，所以咧成講多 ，OK 所以咧就是讓愛收掉老掉聽會使 OK，掉等陣我人變得即落，有時讓到啲 clubhouse 是到會使老掉聽，老掉就希望冇咩有講話去，喂照只結所以 OK，下禮拜再見拜。Enjoy 我咪做咩？我哋 OK， 拜。各位聽眾，咱下個禮拜咧，過來到底嚟收聽，唔是 ，sorry 講唔對，定一禮拜冇講我哋聽，你知平時定看定聽，定 subscribe， 因為時候定就正嘅時候，我係大陸人嘅同啲都，有見嘅叫人 keep，邊咧學緊.com 嘅訂 WhatsApp 嘅 channel，有冇後面物件做很長時間同啲，拜。